嚟越南玩咧，大家記住一定要俾5個坑啊！特別係最後一個坑，分分鐘令到你咧掏空錢包、家破人亡噶。首先第一個坑咧，當然係海關坑啦。而家越南咧係全部唔使俾小費，但係啊，你要買個 VIP 通道，因為你唔買咧，分分鐘咧要忙個零2個鐘都未出到海關。第二個坑咧，當然係酒店坑啦。特別去到胡志明市5星級酒店咧，大家留意啦，千祈唔好住啊！住咗嘅話咧，評論區話俾大家個結果會係點樣嘅。第三個坑，購物坑，特別係參加購物團嘅朋友啦，注意翻嚇嗰啲咩安宮牛黃丸，千祈唔好買。佢話咧越南嘅安宮有犀牛角，我喺越南10幾年都未見過有犀牛，大家唔好玩我啦。第四個坑啊，導遊坑，導遊點解有坑呢？收得你台面越平嘅導遊費，台底一定會鋸得你更深㗎。大家亦都可以翻睇翻我以前嘅視頻，分分鐘為咗慳嗰1000幾百，俾人鋸翻你1萬幾千，咁啊真係笨柒加隻箍啦！最後一個啊，小姐姐坑，小姐姐咧真係特別多坑嘅，因為咧你認識佢嗰陣時咧非常之熱情奔放啦。當你過咗一個發展期之後咧，佢就開始瘋狂地 PUA， 唔係阿爸生 cancer 咧，就細佬啊要升學，個妹啊跌斷腳，反正各位兄弟自己執生啦。記住過嚟越南玩咧，關注南哥，我長期咧都會更新翻喺越南咧最新嘅旅遊資訊。